超過500名港澳學生走入武警廣東總隊，親身體驗軍營生活。打擊成功！穿梭機攜帶炸彈，模擬殲滅目標。武警官兵亦演示刺殺、擒拿、射擊等高難度科目，睇到學生眼定定，不斷驚呼。這麼炎熱天氣下，就是也能完成的，就是非常的厲害，就非常出色。然後我剛剛就是去參觀他們的寢室什麼的，就是樓下也就是站了一個人，他站得非常筆直，然後眼睛都不眨，就是特別厲害。我感到非常的激動，因為其中有很多東西是我們在學校裡面沒見過的，他們訓練非常的努力，非常為他們感到自豪，我也為我的祖國感到自豪。同學仔仲親手接觸各式武器裝備，體驗雷射模擬射擊，感受國家軍事科技嘅進步，對我們國家一個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以及軍事力量提升感到一個由衷的自豪。今年活動結合抗戰勝利80週年主題，凸顯粵港澳3地共同抗戰嘅歷史背景。部分港澳學生將參加軍營體驗，開展包括與老戰士對話、參觀英模單位等活動，藉此銘記歷史，增強國防意識。